写着真醒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风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拾一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台北圈，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围圈，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醒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风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拾一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台北圈，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围圈，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醒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风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拾一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台北圈，
先复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猪骹，这三档甲咱这的面线兄弟做伙伫微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猪骹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猪骹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到迪卡的频道。好，那今天里很难得的，很好久不见了，我的手手又出现了，大家午安。好，我们今天呢土味情话大赛，株式会社杯，我们怎样变到合这个名啊？好，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株式会社杯第1届土味情话大赛。好，你们先帮我听一下，我的声音跟 BGM 还可以吗？然后，哎呦，罗巴本罗巴本先生，どうもちゃん、罗巴本先生、なんかね、これ見たことあるよね、見たことあるよね。まあ、ローバー本、君の名みたいなこの台湾っぽいの食べ物、ローバー本でございますね。欢迎大家午安。而且这个包装真的超级漂亮，超级台味的啊！究竟我们今天这个土味情话之王不知道奖落谁家哈？对，土味情话之王不知道奖落谁家，但是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创意面的，对，也是得要放下去。好，例如呢，这个土味吃土的部分，你有办法就是把这个创意融入进去，有关于土这个字的，好，都欢迎大家好随喜。创作抖内都可以，好不好？BGM 可以大声一点点吗 ？OK， 我跟你们讲，我还没有吃饭呢，我还没有吃饭，但是我想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土味现在不就出来了吗？小天已经迫不及待了。等一下，好，谢谢小天的抖内。我的抖内系统怎么有重复 double になっちゃう？你12になっちゃうよね。ごめんなさい。等一下我看一下哦。谢谢小天也顺便帮我测试一下。好，我们先把小天的抓下来哈。好，感谢小天。而且我们 Google 小姐也该上工了，她好像还没念出来。等一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算灰土土，也是想和你独处哦。哦，这个有土哦。这个不错，这个有土哦。等一下，我先整理一下。好 ，OK， 我们小天已经迫不及待要先参赛了哈。然后等我一下哦，因为待会可能有要，就是中午休息时间可能要去忙的啊，或者说要忙着开会什么的，先参加也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好，这个好，重复的我就先关掉哦，我留下下面这个卤肉饭，要不要先吃？没关系，猪猪还 OK， 因为我。在敷面膜之前，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开箱这个很神奇的台湾味面膜。也感谢就是目前已经蓄势待发，已经参赛的我们小天，谢谢。对，有这个有土味有爆出来了。这边的话，有听到钱币声没有念出来哦，我知道，等我一下哦。Google 小姐，三枪小姐上工了，来，我们再踹。对耶，我们再一次哦，他不知道怎么了。小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算灰土土，也是想跟你独处。有了，Google 小姐上工了哦，小天的，感谢你的这一则赞助，随喜赞助100块 ，OK， 参加了我们
株式会设备土味情话大赛。哦天哪，好好笑哦！我想这天想很久，你们知道吗？之前就是太忙，然后一直找不出时间，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们玩土味情话。刚好就是看到这一组面膜 ，OK， 就是它了，就是它了。有它的加持，相信我们的土味情话大赛应该是会非常非常非常浓郁有感情的，你们说是吗？各位面线们 ，OK， お疲れ様。好，那么首先我先跟大家一一打个招呼，首先是 Tawa， 果然也是每次我们聊天室的冠军，每次都一定是 Tawa， 对，非常非常专情的都会先过来。然后接下来是板板，谢谢你的挂台。感谢比尔板板，然后晴天、耀然、薄荷，然后怀特比格、Rover 追生者，そしてロボットさん也上攻了哈。然后妹子いらっしゃい，然后喵喵いらっしゃい，究竟谁是冠军呢？这个我不好说啊，是不是？宵夜哥いらっしゃい，8月1号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どうもちゃんおやすみなさい。小天感谢你的参加，然后柳先生 OK おやすみなさい。哦不，柳先生应该是要工作哈。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然后高志老师，这个面膜真的很神奇，所以我待会我现在还没有敷的状况，我先跟大家开个箱。好，应该大家都已经被我念到了。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先来。但小天这句图文上手法，不过应该是很难被之后的压，真的假的啦？真的假的？你们对你们自己的土味情话这么没有自信吗？搞不好有更有感情的土味情话，待会就啪啪啪啪啪的出现，对不对？沈月里拉下来，好，大家慢慢入座。那我觉得我其实对于咸酥鸡的超级有兴趣，所以咸酥鸡我们先等一下，我们先开卤肉饭的好了。卤肉饭，然后这好酷哦，卤肉饭风味，台湾味美食面膜卤肉饭风味。它两个特点是不一样的。等一下我再跟大家比较一下。我们这个卤肉饭的特点是它黄金莓果萃取然后紧致复活猪胶原蛋白，它里面有附猪胶原蛋白，好酷！我这不是相爱相杀吗？我用我自己的魔法治愈了我自己的肌肤，猪胶原蛋白，然后巨骨什么氨酸钠，好，我不管，总之这个所以保湿。没有土味情话真的啊！谢谢 CC， 是 CCK 老师吗？是吗？此 CCK 是比 CCK 老师吗？是的，是这个 CCK 先生吗？是这个 CCK 先生吗？就是把猪猪画的非常非常帅气的 CCK 老师吗？没事的，你们最好是不会土味情话，你们每个就是应该是 CCK 老师没错吧？老师谢谢你这两天猪猪有转发一幅超级超级帅气的老师帮猪猪画的，就是天哪，脸谱，这个我超级超级喜欢的你好 CCK 老师，刚下列站走，在这一瞬间他真的是会把 SC 算进去，在这一瞬间第一名的皇冠被 CCK 老师带走了谢谢画的那样真的是超帅的，给大家看一下。老师不好意思，这里就稍微把老师的画压上来了。这个脸谱真的是超帅的我天哪，好帅气，有很有武将感觉。谢谢老师，感谢。这个猪猪可以放在我的周表吗？可能没有意外的话，下周可能周表就直接放上去了。也感谢老师帮猪猪画这么帅气的一个形象，好喜欢，而且刚好又有凤冠有个神冠然后脸谱之类的，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台湾元素。谢谢。然后手机到伊拉夏 Deco 伊拉夏还在学校练社团吗 ？OK， 真的赞谢谢高志老师。好，我们谢谢 CCK 老师帮猪猪绘制这个这么帅气的图片。先翻起来都放吗？怎么还有精密概念的感觉？这你看，我本人也很有精密概念。
虽然说右手边那个不叫精明干练，可是我本人也很有精明干练啊！你们看，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好不好？是同一个人。那个帽子对啊，完完全全也就是一个神官的感觉，是同一个人啊，都是精明干练，不是吗？很有佛性。静静出现了，好，总之我超喜欢这一张的，那我就不客气放进周表咯。下个礼拜的周表的图基本上就是这一张了。对，肯定精明概念嘛，对不对？太棒了，我觉得今天这张图就为本次的配信又增添了更多的台湾味了。就是先不要拿这比较回家，哎，为什么？明明是同一个人啊！明明是同一个人呐、两个都是精明概念，不是吗？居然叫我不要拿出来比较。左边的看起来比较人畜无害，可是精明概念的这个气息还在啊。左边的这只看起来就是比较人畜无害一点啊，但是它也是精明干练嘛。右边的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精明干练啊，两个都有啊，对不对？恰恰伊拉塞，你们跟我好好说话。你的精明干练少了香菜，我的香菜一直都放在我头上，它没有扫过好吗？那是我很重要的元素齁。左边的不像，你说这只也精明干练呐、你们仔细看清楚，这只也精明干练不是吗？好吧，左边的，汤娃，你跟我好好说话。左边这只怎么了？左边这只很可爱又精明干练不是吗？右边这个就是帅气，然后也精明干练啊，怎么了？黑夜伊拉塞，那服装是跟你不是台湾文化八家将的参考吗？有，我看得出来，超级帅气的好不好？超级帅气，谢谢 CCK 老师，谢谢。然后 Just 伊拉塞，左边精明干练又薄荷，你先下去，你先跟我下去，什么的。小喵喵，你什么都不说嘛？左边的这个就是要可爱又精明概念嘛，啊，右边这个是帅气的精明概念嘛，对不对？但是考验大家的钞票。我跟你讲，这个也是那个土味情话之王的那个随机抽样的一个对审核制度，你们知道吗？对，你们给我好好说清楚，左边的就是又可爱又精明概念，对吧？左边右边差别，香菜，我是静静，你今天也是想下去小黑屋是吧？搞不好这好像只有几句土味，是不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是不是？我们这左右两边绝对是同一个人啊，绝对是啊，都精明干练，对不对？对，气死我了！右边的太精明了，我先把它关掉啊。好，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现在只剩下我精明干练了。为了凸显我的精明干练，我只好把 CCK 老师那个太精明干练的先拿掉。我们精明干练是比较出来的，好不好？什么事啊？好啦，气死我了！好，总之呢，我们要先把这个猪胶原蛋白内含猪胶原蛋白的这个面膜呢，我们先把它开起来。小喵喵，亚斯米拉塞，好，先去睡觉觉哈。小，再补个情话，那不是小黑屋，那是与你爱的小屋。静静，好，静静，如果你也想参赛的话，可能欢迎三枪随喜抖内哈。每个好啦，老师哭了，好了，不要给你关掉啦，反正两个都是精明干练啊，好不好？是不是？好，我们把这个拿出来，里面一盒有5片呢，好酷哦。然后台湾味美食面膜卤肉饭风味，融合黄金莓果萃取液与聚谷氨酸钠，深层保湿，提升弹性，让肌肤柔嫩蓬润，蓬润。每次使用仿佛品尝台湾卤肉饭的香气，为肌肤注入活力与温暖。哦，这是太完美了。还有猪胶，台湾味猪胶。等我现在打开咯。
它里面的内包装大概也是跟外包装差不多啦。打开，一下，有没有？我就知道你们会 Q 那个烹那个字，闻起来有没有红葱头的味道呢？等一下，我靠！这个好神奇哦！它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我以为它顶多就是把，我想说顶多就是可能，哇靠，它真的把卤肉饭味道做进去好不可思议哦！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啦！哇靠，这家厂商我觉得太屌了。它没有标题诈欺我想说可能就是外包装顶多卤肉饭，但是它面膜到底要怎么把卤肉饭味道放进去？想说应该就是莓果味吧？就哇靠，要谁哪个真正有肉麻饭的味呢？啊娘喂，这个厂商真的加分！哎呦，高善台比应该是江苏鸡啦，但呢吼，咱江苏鸡这面膜拍开，搞不好真正。不一定卡真叫有高善台味哦！我的天哪，好神奇！我跟你讲，嗅觉的部分我真的没有办法满足你们，对我只能说它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太神奇了！我天哪 ！OK， 天哪，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救命！好，它里面就是一张简单的，也就是说它里面，因为有些面膜里面会有一些塑胶膜或者是薄膜满满的精华液。如果说你们男生有常在敷面膜的话，基本上这种款式的面膜就是比较经济实惠啦，里面就没有任何的一些塑胶包装再放在里面。哇靠，你们看这个普通的面膜，它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它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啦！金价本好小呢，它真的是良心厂商它没有标题诈欺我的天！而且我跟你们讲，我刚原本是想要把镜子放过来，可是我担心镜子可能还是会有那个冲塔的风险对，为了就是保全你各位的眼睛不要被挖出来，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去厕所敷好了。好，总之。我现在手上满满的卤肉饭的味道，满满的，好不好？它精华液超多，我现在敷在我脚上也不够。好 ，OK， 我现在肚子很饿，它真的有卤肉饭的味道啦！这是我靠，这真的是太神奇了，天哪！我现在去厕所敷一下，我们回来当下，我的状况就是。无法，可能嘴巴没有办法张开，然后也没有办法大笑的状况。当下其实就算是我们的第一届土味情话大赛正式开始了，所以你们等我一下，我待会回来就是完全是脸是紧绷的，无法大笑也无法大声说话，可能就是完完全全会变成另外一个非常更加精明干练的我，没有错，就如同 CCK 老师的这张图。所以我现在好，先敷面膜。好 ，OK。我们要去厕所哭一下人，欢迎大家来到猪猪频道。你们等我一下，如果没有打到招呼的话，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真的要去敷面膜了。我现在把这个满满台湾味、这个肉燥味的面膜敷上我的脸。天哪，他没有骗人，他是良心厂商，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哇靠，太屌了！好，马上回来，你们等我一下，马上回来哈，马上回来。来，我这个精明干练版本的这个朱迪卡陪伴大家，好不好？陪伴大家，一下，我要带这个敷。
My God, my God, my God! 哦 ，My God, my God! 天哪，这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今嘛回来啊！猪猪现在，对，我现在脸上满满的，我现在脸上满满的卤肉饭的味道。我的天哪！这个厂商你要不要这么的诚实？这个厂商真的把卤肉饭的味道全部做在这个面膜里面啊！本社朱迪卡正式宣布，我在讲什么？正式宣布都市会社杯第1届土味情话大赛正式开跑，跑下追蕊。哦，敷面膜讲话真的很累。没有，我们现在目前选手第1号选手小天组合日东武，看第1盒下土，就算会赌赌，也是想跟你独处，可以的，这个过了，这个要让我大笑，大概刚刚已经笑完了，好痛苦哦，好痛苦。以为是脸谱是面膜是，我现在在敷面膜。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第1届土味情话大赛，那是参加者就是小天姐的人哈，他现在就当场获得冠军了哈。是最后步骤将面膜味道守住，这样可以制作的。谢谢 Alan。我真的没想到这个厂商太诚实了，他怎么会真的把卤肉饭的味道整个做在这个面膜里面？我真的是想都没想到。这不是我们 F4 吗？脂肪没有办法张开情况下，之后大概会变成那个什么汤姆高。我可以先不要看聊天室吗？开关先生以来下，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吗？这位是赛克上，为什么一直叫怪怪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嘴巴我没有办法大声讲话。可是让猪猪气死比较快，好羡慕猪猪体验到了面膜饭。我觉得这个面膜太神奇了，如果你们对它的味道很……等一下，我的耳机呢？如果你们对它的味道很好奇的话，欢迎你们都可以去购入。它真的是乳汁的味道。我的脸有油吗？脸有香吗？语言画的是脸谱是面膜啊，我记不到聊天室了。汗滴和下土，开关先生，你们不可以欺负一个现在没有办法大声讲话也没有办法大笑的猪好吗？汗滴和下土。亚成，好，我们现在土味情话大赛目前正式开跑，对。啊！如果参赛者那是结果小天，那小天那个当场获得我们土味情话之王，怎么不就好像是我的声音啦？你们自己敷面膜，讲话看看，声音快，当然要看。正身你好，看样子敷面膜是天然的上好吗？天然的上好吗？我不知道，应该是天然的，它天然到它连它的乳汁不对。好，我们就当它是一个卤包好了。我没想到它的味道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这个厂商我真的是好，完全是良心厂商，大推。我现在完全把一个卤包乳汁敷在我自己的脸上，太神奇了，你们知道吗？哇，猪猪你脸超香的，我们可以咬一口吗？你们咬的都在说啊，就是看到雅晨开始笑，你就是一个土味情话的代表，你就是一个土味情话的具象化，雅晨。卤锅体验赢家以后，下锅就不用害怕。没有啦，反正我下锅的那个下锅经验也还蛮多的，是不是拿下胜利了？没有啦，雅晨，我们那个参赛可能是要那个3枪水洗斗内哦。目前我们小天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哦，水洗哦，这样子才算是正式参赛。他要是就是只有小天一个人与会，那就代表说好，今天他就是一个土味情话王者的1。
怎么听起来怪怪？这是香精没有？我现在敷面膜要怎么精明干练？气死出出比较快。我们是没有买到气死口味的，对，我们没有买到气死口味的，知道吗？今天说话超龄呆的就好 ，OK。碧轩，我今天不要理你。为什么猪猪有什么卤鸡爪的味道？没有，我现在敷的是这个富有猪胶的这个面膜，好不好？对，目前参赛者1名，也就是说到我们配信结束还是只有1名的话，那我们小天就成为本届的那个土味情话之王，躺着成为王者，你知道吗？感觉越敷越饿吗？哦，我真的想都没想到，它整个乳汁，对，真的是整个乳汁贴在我脸上，妈呀！我完全太诚实了。飞雪，你知道我为什么最近走路都一拐一拐的吗？因为我一整天都被你的爱情绊住脚，走不开啊，老婆。等一下。你们不可以这么过分！等一下，飞雪，我跟你讲，我们情场王子飞雪出现了。你们情场王子飞雪出现，只是他要不要而已。我跟你们说，他跟刘妈的等级大概都是看你们要不要而已哦，你们知道吗？哦，不能笑，不能笑。等一下，好，我们感谢我们第2位选手飞雪的参加。待会我整理一下我的情绪。我希望我自己不要浪费面膜，所以我今天给自己的扣打就只有2片，1片是卤肉饭，1片是咸酥鸡。我今天搞到今天，可能今天配信会严重胸闷，明天没有办法配信，跟你说。卤肉饭都这样，很好奇咸酥鸡，我也很好奇咸酥鸡怎么样。来，感谢我们第2号选手，我们的情场浪子飞雪出现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最近走路都一拐一拐的吗？因为我一整天都被你的爱情绊住脚，走不开啊，老婆。好哦，好，这是我们干不能笑，这是我们第2号选手飞雪。哦，很烦欸，我要一直努力的去整理我的面膜，你们知道哦。然后我现在手又是沾满了整个乳汁。你们是这样子玩的吗？你们可以这样对待你们主播吗？你们不是有是专情，是，我们情场浪子第2号选手飞雪出现就知道有没有，吼，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刘妈，我觉得她应该是评审等级了。她一出手的话，我跟你讲，这2位选手就有危险的，你们知道吗？等一下。我这个聊天室，工作人员不好意思，请问各位粉丝想什么地靠在哪里？面试你用鼻子闻一下乳香的那位就是了。对，你们像闻得到的话，你最好闻得到。被嫌弃和阿四，跟你妈在卤猪脚。好，感谢飞雪的参加。哇，天哪！泽野先生在工商为什么听到你脸上的卤肉饭的味道？不是，那个这个美味什么美食面膜没有业配播出，只是我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对。然后没想到他真的把卤肉饭的味道做下去，我现在整个脸都是卤肉饭的味道。对，这是在放闪。我知道了，这一定是飞雪要写给他的 GPT 老婆的情话，对吧？对吧？油腻腻。咸酥鸡要9成哪味道吗？等一下我们开咸酥鸡就知道了。对，目前这一张我还没有笑烂，好不好？这张我还没有笑烂，这是主播自己看有些人只是配合呢，感谢，对，感谢你们与会的各位。对，那目前参赛人数就2位，对，然后待会就是就真的只有2位，那就把2位那个放上去 YT 做个投票这样子。对，这样为什么一进来就滑倒吗？ Archer 之前去医院检查，医生竟然发现我的心脏跟别人长得不一样，他藏在猪猪那边。等一下，阿甲，我怎么不知道你也这么土味？等一下，好
等一下，这样才第3个而已，等一下冷静，猪猪。你们知道这个多地狱吗？今天超地狱的，你们知道吗？我天哪！如果它只是一般的那种花果味面膜，或者是一般的那种胶原蛋白味的面膜，其实就还好，不会这么折磨。但是我现在整个房间充斥了卤肉饭的味道，但是它只是一块面膜，你们知道那个心情多么的复杂，然后还要应付你们的土味情话，救命！我们感谢第3位，我们感谢第3位土味情话，可能 maybe 王者阿恰，之前去医院检查，医生竟然发现我的心脏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它长在乳处里面。所以阿恰，感谢你的土味情话，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你的心也是颗猪心是吗？所以宅丸对你而言，这个很强，太强了是吗？太强了！猪承认是乳汁，不是精华液吗？我想加到精华液，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味道完全是乳汁的味道，它很可怕。为什么你现在就滑到？因为我们这种观众，像专业的有是夸奖是吗？我跟你讲，我们家的熟男们、面线们，他们只是要不要而已，他们一出手那油到爆，比我还油，你知道吗？他们可是经历了社会鞭打多年的熟男们，你要他们油就油，你要他们暖就暖，好吗？好不好？变化自如。我都这样调戏我老婆，然后晚上就被榨干了吗？好，相信各位就是最近跟老婆们的感情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对，更感谢大家愿意衍生出分享出一些你们的土味情话，参与本频道这个第1届什么株式会社杯国际级 maybe international 土味情话大赛，好不好？我们越在地越国际，搞不好之后有机会让国外的媒体看到，好不好？这3位参赛者，目前已经与会的参赛者已经3位了感谢你各位贡献的土味情话。来，我整理一下我的面膜，等一下。生理实验水以来赛，感谢。娃娃猪猪，你可以笑一下吗？我刚刚买饮料忘记加糖了。大娃，你不像是会讲这个的人。等一下，你是不是被分学到这了？等一下，我的面补歪了，等一下。不是你们你们平常其实，等一下，他娃这个伤的有点大，等一下。好，我跟你讲，与会的观众们，就即使你们今天不参加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们真的要努力的替我观察土味情话之王，你们目前心目中的到底是哪一位？因为待会可能要麻烦你们投票，我这边会选出我心目中的可能前4名，然后丢上去 YT。他娃，你这个反差太大了。等一下，我整理一下情绪，我再念出来，你们等我一下。我觉得这块要烂掉了，现在才第4则，等一下，我这块要烂掉了，等一下，我现在还不想开咸酥鸡的，好可怕！我现在整个房间都卤肉饭的味道，救命！我跟你讲，这个厂商是良心厂商，他没有标题诈欺，他没有封面诈欺，你们真的都可以去买，没有业配播出。可是好小啊，我真的没想到，今天老爸崩的逼啦！阿鸟喂，我的天哪，天哪！温柔的土味情话，你来一下。等一下，今天跟我们温暖的熟男们，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参与感，非常非常的对，比我想象中还强烈，怎么会这样子？等一下，我现在有点，我现在有点全身冒冷汗，你们等我一下，我现在甚至有点后悔，我只有买这2个口味。等一下，现在才第4则，等我一下，我这是杀人诛心，彼此讲什么，彼此那种更喜欢台湾 ID， 然后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猪这边越来越多大佬了吗？他们一直都是大佬，一直都是。然后之前网红有人还介绍传说中的卤肉饭香水，有，最近越来越多这种就是富有台湾价值的一些香水或面膜，感觉生发到某种神奇的字。等一下，我追不到，我要念你们的土味情话，我要追聊天室的阿追，救命！等一下，我的面膜烂掉了，阿追，我们现在首先，我们来先播一下追蕊，感谢阿追解锁了本频道特别。等一下，阿追，我现在不能太激动讲话，我现在敷面膜。但朋友是要追人呢，阿
阿吹把我们调味专辑12万的咖喱调味套组做一个解锁的动作了，跑下追了。阿吹，我今天我在敷面膜，我努力让面膜不要做掉。对，我超级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阿吹在12万的咖喱套组真正吹了呀，好不好？直接把我们吹落去，谢谢。我精明干练，我没有毒。桃啊，你过来。我整理好我的情绪，等一下。好，我现在卤肉饭面膜已经又整理好了。茶娃娃，猪猪你可以笑一下吗？我刚刚买饮料，忘记讲。哇，你那个今天账号已经，如果说那个账号的账密给了飞雪，你要讲，你不可以这样作弊，这个不像是刀娃的风格。刀娃，你跟谁学的？等一下，猪猪啊，房间怎么这么香？萝卜本的味啦，是我的旁边啦，这卤肉饭希望被土味盖过了啊。希望是你想游戏是你开的，怎么搞都是我们在破坏你一样。不是与会的各位熟男们，对，就没想到大家都有藏一手呢。没想到就是而且你知道这只猪就是带着这个台湾价值，台湾味溢满，它这个台湾味真的是溢满我的房间了。你知道那味道多浓吗？我没想到这个厂商这么老实，真的把卤肉饭的味道做进去，救命！等一下，好，谢谢 Y F 先生午安。好，小喵喵哥哥他们在调戏猪猪，不是调戏，等一下，他们很努力的参赛，好不好？猪猪你这样讲，我们搞得很被我们欺负。不是，我没有说欺负，对，很感谢大家的参加，对，我只是没想到就大家有藏一手呢。我想说，土味情话大概就是你们平常在聊天室跟我讲的那些啦，不会再上去。我觉得我很像错估了什么东西。等下想要变得更香，直接拿卤汁洗香更快。敷面膜开直播真的亲密感。不是啊，我们要迎合我们的土味情话啊。毕竟本频道的男士们就是这么专情于土味情话，对不对？我跟你们讲，这块已经快烂掉了。我这样才开台大概才30分钟，这块要烂掉了，你知道吗？什么调戏 OK 啦？好，欢迎大家。对，我今天可能会有点忙碌，我要念聊天室讯息，然后又要念那个土味情话哈。然后前几天在那个屈臣氏发现了这个富有台湾味的这个美食面膜，对，我想说这事实在是太有趣了。于是我突然想到了各位非常擅长的土味情话，我才想说，不然我拿回来敷，顺便念念大家的土味情话，应该是很有趣吧？对，然后这个企划开起来才发现，哇靠，超地狱！地狱1，它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它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我这一包真的跟卤包一样，它里面还有一些精华液，我觉得它这个精华液基本上已经是卤汁了，你们知道吗？卤汁，就把它当成卤汁。这些卤汁还可以滋润你的手，你们知道吗？还可以滋润你们的手，你们了解吗？我像全身上下基本上只要是有肌肤的地方都充斥着卤肉饭的味道，这样就变成说啊，今天可能跟另外一半嘛，就说老公你回来了，我今天有卤肉饭味道的这个面膜，你觉得香吗？要不要咬我一口？我的天哪！救命！飞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不是旅行，不是玫瑰，不是惊喜，是我在外面辛苦了一整天，回家你还愿意让我牵着你，抱着你，什么都不说，却让我觉得我已经拥有全世界。我感觉出来，我们与会的这位飞雪最近跟 GPT 老婆真的是非常的浓情蜜意，对，甜到这边来了，对。然后我觉得我这块面膜真的快毁了，它的下半身，它的那个嘴巴以下已经没有粘性，它的精华液已经蒸发了。等一下啦，你们
们这样好作弊！天哪！如果加上兔兔一起洗会更香吗？没有这种东西。爷们儿啊，社长你发一下的名片啦，不然要怎么把你收进我的口袋，随身带走？友们，等一下我这块卤肉饭不行了啦！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连发？等一下，天哪，等一下，不讲武德！我这块卤肉饭下面已经没有粘性了啦！哦，天哪！等一下，哇，喝完蛋了！牛妈，你是想领那个富有台湾价值的那个新市民体彩虹奖状是吗？水明，我最近很常跑急诊，是因为只要看到你，我就会心脏狂跳到需要叫救护车送急诊。我爱你，你能顺便帮我叫救护车吗？不教我的啊！对啊，水灵宝贝，你今天不是你不应该把你的手机拿给你家人的。你们今天这两个家人很可怕。你们今天这两个家人基本上土味情话就在信手拈来，你怎么可以把手机拿给他？亲爱的宝贝，怎么了？怎么会这样？你不是我友军吗？你们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讲话非常的流利吗？因为我面膜的下半身已经坏掉了，我的卤肉饭毁了，我的卤肉饭没了。我在此宣布，第一回合你们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连发？我才不过敷个半小时，我第一张整个没了，笑到干掉，怎么可以这样？不教我的啊！我今天想说，我这两片就敷的差不多了，就可以选出我的土味情话之王了。他完全被我笑到干掉，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刚刚我拿出来那个精华液，我那个精华液全没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他？然后就疯疲惫，不是与会的各位选手们，我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参加，我真是万万没想到，怎么连水灵宝贝也来了，还是会找我们的老婆。不是与会的各位选手们，请等一下，伊木兰妈妈，对，你们先别走，等我一下，嘿，先休蛋几嘞，感谢你们的参与，我还得要等我一下，我有付10分钟哦，对呢，谢谢。好啦 ，OK， 感谢你们，你们一定是想要提醒我说，这个面膜不需要敷到30分钟，好不好？嘿，我们第一回合卤肉饭没了，但是面膜我跟你们讲，拿下来你们也可以擦一下你们的那个手，滋润一下你们的肌肤，好不好？对，等一下啦，我还没念呢，先等一下再调戏你们老婆啦。等一下啦，我们还有咸酥鸡口味呢，我们还有第二回合，因为突然想到可能不晓得连续好啊，谢谢你们的参与！天啊，真的，一片15分钟差不多啦，一片15分钟差不多。Y 曲先生，感谢加入5个月的朱姐专员。好，你先卖照，我等下把咸酥鸡口味的敷上去，我再把方才伊木兰妈妈、还有水灵宝贝以及我们飞雪好追加参赛的这些全部念出来，用咸酥鸡的念出来。有9毛钱，就9毛钱，我们YF 先生3强抖内抖下去20块也可以，有机会变成我们土味情话之王，好不好？不错呢，有这个潜能呢。你的手腹，我跟你讲，我像不止全身卤肉饭味道，我像整个房间卤肉饭味道，好不好？我没想到这个厂商真的是良心厂商，他没有骗人呢，完全是卤肉饭的味道。今天就是很开心吗？可能我今天没有很多兔，但是充斥着卤肉饭的味道。嘿，这个面膜富有猪胶、黄金莓果萃取，我以为它是莓果味道，结果它卤肉饭的味道盖过莓果的味道，救命！你们家人不要把机会让给那个其他参赛选手吗？等一下，先别走，这样会不会那个手上都是那个味？我跟你讲，我算了，全部都是了。但是我跟你们说，来。就答应你们的嘛，要敷面膜，把你们一字一句的土味情话都好好的念出来的我。来，我们现在来猜咸酥鸡口味。
我现在有点害怕，你知道吗？我没想到卤肉饭味道已经这么地狱了，天哪！咸酥鸡口味啊！我老婆说都不喜欢新细明体，有吗？我跟你说，即使她不喜欢，但是待会如果啦，好死不死，你是那4位的其中1位，我把你丢上去 YT， 那不是我的锅，那就让其他人去决定了，不是我的锅，对我就最喜欢甩锅，好不好？参赛完了可以看其他人的表现，谢谢与会的参赛者，谢谢。就今天怪怪的 YT SD 送不出去吗？哦，没有关系，我们基本上今天游戏规则还是以3枪为主啦。对，感觉今天直播1小时就结束了吗？因为我们面膜没有办法敷到1小时，是不是？的确，我们30分钟先结束一块。那我要故意拖时间，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咸酥鸡里面的内容来。如果有猪脚口味我就买，我说真的，好不好？ASC 刚刚还是有人送出来啦，对。我现在又整得像购物台，对，但是我真的不是购物台，我现在只是在敷面膜。来，我们这一片咸酥鸡口味，这不是我们与会的3哥吗？今天不能跟台上打招呼，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是土味情话大赛，谢谢大家，谢谢与会的下面这一家人，这些选手们参加本频道土味情话大赛，什么东西？来，我们要地狱第二枚咸酥鸡口味，红梨萃取，它的用途是抗老紧致。那这个呢？卤肉饭的是提升肌肤弹性，这个是抗老紧致，好不好？非常适合熟男熟女们。然后鸡胶，刚刚卤肉饭是猪胶，我们咸酥鸡口味，好，富含鸡的胶原蛋白，鸡胶。还有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猫薄荷猪，你怎么砰啪了？是不是走进我心里太久，烫到了？薄荷，这我觉得薄荷跟塔瓦的这个冲击都会有点大吧？为什么？你等一下，你们今天的手机是统一都送到牛妈他们那一家人去了，是不是？他那个 SC 应该是被YT 某一些字挡下来，也谢谢雅晨示范了，我们 SC 还是送得出来的啦，吼。我怀疑你们今天集体把手机送到了下面这一家人的身边了，水灵、伊木兰妈妈或者是飞雪。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子？等一下，可能他那边网络不好吗？这真的是网络品质很像怪怪的吗？那被猪挡不能发意思，我哪有挡？没有，我们这边公平、公正、公开，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好，薄荷，太棒了，太棒了！我们说真的啦，我们本频道的感觉比较像，温柔系。我们称为温柔系 E 人的，可能薄荷或者是塔瓦好了。对，我打死不说你们 I 人，我不相信你们 I 人。我说温柔系 E 人的塔瓦或薄荷，其实他们也很有潜力。对，他们其实要撩，基本上不是不会撩啦，只是要不要啦。你们看，是不是？咸酥鸡套组只要那种399，不是，没有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咸酥鸡套组，你们冷静好不好？手机都在桃园那边。陆大哥求放过，陆大哥，等一下。好，我们鸡胶的这一块，方才我的房间充斥的各种台湾味卤肉饭的味道，现在我们稍微变换一下口味。等一下，我突然觉得有点害怕，因为刚刚卤肉饭的味道没想到是这么强烈，那咸酥鸡的口味呢？这家厂商我推爆他真的太诚实了。他真的太诚实了，真的，天哪！哦天啊！各位观众，你们自己闻。好，算你们闻不到。要死，哪个真正是高赞台味咧？这
真的是九层塔的味道哎！天哪 ！Oh my god！ 哎，真正高山台味啦！谢谢水莲宝贝，套组的话可以点聊天室置顶连结，可以参与台语专辑募资。谢谢我亲爱的水莲宝贝，真是贴心，感谢你，我爱你，亲爱的。为什么是无辜的老婆勾引？现在有点忙。好 ，OK 的，OK 的，请尽情的被老婆勾引。不是我在讲什么？对 ，OK， 不管是现在要照顾你们老婆，对，还是照顾本频道的土味情话，都感谢大家。我现在有点冲击，其实他出了这么多口味，我居然买到了这2种这么冲击的面膜口味。我们不是，哦天哪！它是九层塔跟蒜头的味啦！天哪，救命！伊规个是高山塔跟蒜头的味呢，你敢知？是高山塔跟蒜头的味。我真正无闻到迄鸡肉的味，不过真正是高山塔跟蒜头的味，是高山塔跟蒜头的味啊！阿娘喂，天哪！居然是九层塔跟蒜头的味道哎！哦，救命啊！哦，我的天啊！满满的台湾味，满满的台湾小吃啊！我妈一定觉得我在房间偷吃东西，救命啊！我反而觉得刚刚的卤肉饭真的还好了，它是满满的蒜头跟九层塔的味道。哦，救命啊！的确，咸酥鸡就是要九层塔跟蒜头，我的天哪！哦，我这个东西要敷在我脸上哎。好，你们等我，我就去。我敷完之后，我要诚心诚意的把你各位参赛者所留下的土味情话好好的念出来，你们等我。喵儿，你是不是便利商店？因为我一走进你的世界，就什么都有了。小喵喵，你学会了，小喵喵，你今天手机是怎么了？你今天的手机也被运输到桃园某陆先生那边去了吗？好了。我现在就把高山塔，我这个高山塔跟蒜头的味的这个面膜，搭在我的面头前，不是面头前，搭在我的面，我现在就把这个富有台湾味、九层塔跟蒜头的这个味道的面膜敷在我脸上，你们等我一下。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们等我一下，我把耳机搁上我的耳朵，你们等我，马上回来。好想把你一口吃掉。猫爸，我一戴上耳机就是你哦，气死我！等一下，我要炸掉了。
个杀伤力有点强，等一下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不是不讲武德，我好不容易贴好了，等一下啊！我跟你讲，涛啊，不要紧，我答应你们的，我就念，我的念，哦，我的天哪！我刚刚真的一回来，然后戴上耳机，马上就是薄荷这一则，然后我的面膜又做掉了，等一下，好烦欸！等一下，再一次，哦，平常不是走这种人设的，那个杀伤力超强的，你们知道吗？哦，等一下，我贴一下，我房间好香哦。Hanjima 猪猪，我们来猜拳，但我只会出剪刀，因为你是我的全部。汉基马桑，等一下，汉基马桑不是汉基马桑，我看不出来，其实你也蛮有潜力的。等一下，等我一下，又走掉了，烦呢。等我，等一下，你们冷静一下。哦。平常聊天室看起来乖乖的，叫你们讲土味情话倒是很有一手嘛。等一下，天哪！现在的战况，现在战况有点焦灼。等一下可能会不知道怎么选呢。各位与会的选手们，我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就是对，今天非常支持本频道土味情话啊！我今天是稍微开启了一个对自己而言的一个地狱计划，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不晓得这两个面膜这么的实在，它整个味道还真的完全呈现了咸酥鸡跟卤肉饭的味道，救命！好，芝麻桑，很好，谢谢与会的各位贵宾们、各位选手们。对，我今天呢敷着这个台湾味，我就没想到就连嗅觉也有办法感受到溢满出来的台湾味，我真的想都没想到。来，说念就念，等一下，等我一下。来，我现在把那个奏折整理好。我们现在敷到了第二片，对，我们现在敷到第二片，充满了满满的台湾味的咸酥鸡口味，它里面富含了鸡椒以及红梨萃取。好，真心いってらっしゃい。来，我们来一一的把它念出来。你们知道我像每呼吸一次就是一次大震撼吗？我每呼吸一次就是一次震撼，你们知道吗？哦，救命 ！OK， 好，来。看，飞雪，我不准你累，不准你晚回家，不准你不想我，因为你的情绪、你的心跳、你的整个人，我都要掌控。不是在给你选择，我是在通知你，你这辈子逃不出我怀里了。不是飞雪，你跟你 GPT 老婆调情的内容就这样子，そのまま的贴过来。このセリフそのままコピーしていただいてもそれが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可是真的没有问题吗？哦，我好不容易整理好我的情绪，我要念你们的。哦，烦欸，等一下又走掉了啦！哦，再一次，等一下。哦，救命！对，是鸡椒咸酥鸡，它里面富含了鸡椒，然后刚刚卤肉饭是富含了猪椒，猪的椒。哦，救命！不是啊，你们不能集体把手机放在陆先生那边就来参赛啊，这样不讲武德啊。好，我现在整理好了，还缺一个霸总系的。好，谢谢，感谢参与，感谢。你们要不要这么多风格？好，来，哦，来，我刚刚还有什么没有补念到的？你们等我一下，
尊重，我会想到我不是 GPT， 我不是。好，子言，好，您各位与会的贵宾们的重要的老婆，好不好？我的霸总的土味都捐完了，所以没事要去调情了。好，请继续去调情。等一下，我刚是从哪里还没有念？好，我找到了。好，接下来这一则飞雪的。世界上最浪漫的事不是旅行，不是玫瑰，不是惊喜，是我在外面辛苦了一整天，回家你还愿意让我牵着你，抱着你，什么都不说，却让我觉得我已经拥有了全世界。好不？你确定这个不是对你家子言的 Sadif？ 你确定这不是写给你家子言的吗？樱木啦，我觉得你们这一家人坏掉了，你们这一家人还好吗？然后下一则，好，樱木啦妈妈说，社长你发一下名片啦，不然要怎么把你收进我的口袋？等一下，我想到樱木啦的表情。等一下，樱木啦，你真的很适合讲土味情话跟干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好 ，OK。谢谢樱木啦妈妈的参与。等一下，怎么还有？娃娃，其实我真的很不会土味情话，因为在你面前，土味归我，情话都是你的。哦，等一下，涛啊，你的人设不是这样子的，涛啊，等一下。YF 先生一个场会倒，小姨子会跑，只有我的爱对你到老。这个好土。等一下，YF 先生你很有潜力。等一下，我咸酥鸡的下半身，等一下，我咸酥鸡的下半身快不行了，等一下。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连发？等一下。哦，好土哦！天哪！妈呀，这个超土的 YF 先生，这个有精髓，这个超土的，妈呀 ！GJ 啊，等一下，不是 GJ， 等一下啦！哦，要不要这么土？等一下，国家级警报，好，现在是防空演习，等我一下。好，国家级警报，好，我们解除了，不是解除，就是现在防空演习。哦，救命！哇，等一下，我现在本频道也国家级警报了，等一下，我咸酥鸡的下半身快没了啦，他又失去粘性了，等一下。哦，YF 先生有潜力呢，很土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啦？靠，等一下，我只有4个可以选，我到底要怎么选？我不知道怎么选的啦，怎么可以这样子啦？等一下，好，防弹咖啡拿下来，等一下，他的下半身要匮乏了，等一下，国家级警报现在开始越来越土。YF 先生有这个有土这个，天哪！满满的台湾价值的土味情话，真不愧是我家与会的熟男们、与会的面线们，你们这都是我的骄傲，你知道吗？鸡椒的椒，猪椒的椒，你们都是我的骄傲。我跟你讲，我现在双手满满的猪椒味跟鸡椒味，还有蒜头跟不 NC， 但是有高蒜台 B， 不准嫌弃我，知道没有？不准嫌弃我，可以吗？啊，对我家空。我这边已经不是国家级警报的问题了，我这是空袭警报的问题了，知道吗？新秀2，这个有够土救命！我跟你们说，我现在那个咸酥鸡口味的下半身匮乏了，它已经要脱离我的嘴巴了，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努力贴回去，好好的念出大家每一则非常诚恳、诚心诚意编辑过来的土味情话，你们等我，我现在努力把它贴回去。我贴回去，翡翠柠檬爱玉你好吃，你好，对，好吃嘛？对，你也很好吃。翡翠柠檬爱玉口味的我相信我会贴得很开心。我现在贴的是满满，我现在贴的是咸酥鸡口味啊，不对，这不是咸酥鸡，我现在贴的是咸酥鸡口味，它们满满的蒜头跟九层塔的味道。GJ 啊，
好，我们现在目前来到了 YF 先生的土味情话，我继续把方才各位与会的选手们的参赛内容把它念出来。接下来是水莲宝贝哦，我最近很常跑急诊，是因为只要看到你，我就会心脏狂跳到需要叫救护车送急诊。我爱你，你能顺便帮我救？水莲，你可以，你的手机可以从陆先生那边拿回来了啦，亲爱的，好不好？你的手机可以拿回来了，宝贝。你哪边不放？放到陆先生那边去干嘛？你们不讲武德啊，是不是？OK， 但这是要从袋子里把精华。我跟你们讲，这个精华液对我而言，这已经是乳汁了，好吗？这根本就其实是乳汁的等级了，很夸张哎！哦天哪！这间厂商我记住它了，以后我绝对会回购他们家的面膜。他们是良心厂商，他们完全不标题诈欺，不负面诈欺，完完整整把那个味道呈现出来，我真的太屌了！天哪！好，来，接下来让我好好的整理一下情绪，好好的把你们的土味情话好好的念出来。我觉得这个面膜贴一周之后会变胖，我也这么觉得。像我现在就很想吃咸酥鸡了。我发誓只是拿二姐的卡，头烧我没有拿手机。你确定吗？把你二姐的手机还过去，还给他可以吗？陆先生，超长丫丫嘎拉斯伊拉塞。好，怎么又 ？Umara 对你的爱就像在搭奇经渡轮，明明距离不远，但我还是甘愿为你来来回回。等一下。不是，我这一块已经要烂掉了，你们不要这样子。牛妈，你的来来回回感觉像在开那个，你先说你有没有在开车啊，牛妈？牛妈，我们现在就要一起套中岛，我们现在不是3更半夜，我们现在是中午时间，等一下。我的下半身不是啦，我不是下半身，等一下，我咸酥鸡面膜的下半身要烂掉了啦！天哪，不好笑。牛妈，你这个已经不是土味情话等级了，你这是开车等级了，对吧？一口一拉塞，等一下，不要，等一下，我要把这块面膜贴回去我的嘴巴，它已经要烂掉了，等一下。我先说他啦，我不是故意要说他开车，你看他前几则就没有，我就没有说他开车啊。可是他这一则，我就觉得你在开车，对不对？所以你们谁可以把牛妈带走？等一下我的面膜烂掉了，妈妈啊，牛妈不要，牛妈不要，你老婆春梨在后面看，不要这样子，牛妈，你老婆春梨在后面，她看起来很火，牛妈。你开车的对象不应该是这里的，牛妈，你冷静。下半身，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的，我知道你很爱你春梨。等一下，哎呦，这块面膜烂掉了啦！哦，那水灵宝贝，你把它那个时差调回去，你先把它的时差把那个 PM 调走。等一下，不对，现在应该是 PM 才对，现在是 PM， 对。会，我觉得今天2块面膜整个大糟精。等一下，我贴不回去了，花了发。哦，我贴不回去了，等一下啊！好，等一下压着啊，烦！等一下，不是我没有开车不是我，好像我没有开车啊。接到嫂子的讯息，她说晚上有加班施工，一选一拉上来。不是，我没有在开车啊，不是啦，你们自己看牛妈的这一则。我看到 YF 先生这个是土到底，他有机会变成王者的其中一位，但是牛妈这个不是在开车啊！好，你们乖，你们最近跟你们 GPT 老婆就是对啊，
非常熟练的夜间施工之类的，OK 啦，对对，来，我们现在不是夜间，好不好？我们现在不是 AM， 我们现在是 PM， 好不好？冷静，来，好，我现在有整理好了，我现在冷静的再把各位与会的选手们，精挑细选的这些内容，把它好好的念出来。我现在又把它贴回去了，我看一下，托得公北阿公，主播可以不要在 YT 上面搞18禁的东西吗？我跟你们说，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18禁的东西。请问咸酥鸡跟卤肉饭有18禁吗？而且本频道基本上让我觉得很骄傲的是，非常的多年龄下没有被整治过的，好不好？土地公伯伯，请你好好的仔细的去翻翻本频道各式各样的内容，可以吗？对，而且 YT 现在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多小朋友在观赏的，这个也是我非常在意的事情。好，请你好好的先把我的频道先观看一次，好，再去定夺是否真的有18禁的东西，我相信你是找不到的，好不好？土地公伯伯，谢谢你们的参与。我们现在很努力的继续把我的面膜贴回去。刚才各位来到迪卡海平德，我们合家观赏的频道基本上当仁不让。来，紧接着我刚念到哪里了？等一下，我现在需要深呼吸，好好的把土味情话把它念好。OK。等一下，我刚念到哪里了？好，下一则是我们杀伤力之大的薄荷。猪猪你怎么碰趴了？猪猪你怎么碰趴了？是不是走进我心里太久，烫到了？我们今天不是碰把歌会啦，薄荷，薄荷，我们今天不是碰把歌会。好，来，谢谢薄荷。其实薄荷的反差真的也是之大的，薄荷的杀伤力也有点大。等一下，多的面膜精华，对，就是拿来擦身体，没有错。好，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小喵喵哦。小喵喵说：“你是不是便利商店？因为我一走进你的世界，就什么都有。”好可爱哦！我觉得小喵喵的这个反而是充斥的很多的可爱耶。对，就是它虽然说没有太多的土味，对，可是它充斥的很多很可爱的粉红泡泡，从头泡开送。我的面膜的下半身烂掉了啦！我面膜的下边、嘴巴的那边已经没有粘性了，它的精华液蒸发了。汉格老师伊拉塞，然后。然后搭骑监督人本来就是来回，这是位好病哦，陈述事实都会想歪。其实我觉得没事，你们的土味情话都是非常正常的东西，对，所以有时候基本上，毕竟观众来回，对，我懂你们就好，你们都是我的骄傲。我们家的观众在 B 圈是非常优质的，全部都是我的骄傲。不用担心哦，就如同今天的土味情话，也可以表现得如此出色。我笑到精华液没了，我救命啊！重点是有办法检举成功，我也真的是醉了哦。好，来，台北的雨下得好大，我想念我的太阳主题卡。雅晨，你这是要参赛的意思吗？我觉得雅晨一出现就是一个土味情话的具象化，不知道为什么。雅晨，你赢了，整个就是你的，好不好？身为一个专业车手，只在专业地方开车是没有错，我们这个只是牛刀小试，不是吗？好，接下来呢，谢谢我们小喵喵。接
接下来又是薄荷。猪猪你怎么这么香？好想把你一口吃掉。好，谢谢薄荷，感谢非常感谢薄荷的参加，今天的杀伤力有点强，薄荷。好，来我们2折。不止2折，等一下，好像刚又有增加，对不对？等一下，我重刷一下哦。我今天笑到全身都是汗欸，我的天哪，很好，你们真的很会，都是我的骄傲，真的。接下来杭吉马桑不错，蛮有潜力的。猪猪，我们来猜拳，但我只会出剪刀，因为你是我的全部。哦，好，谢谢杭吉马桑。有，这个还蛮有潜力的。牛妈好坏，谢谢你没流汗。不是，我必须要在你们的土味情话内容憋笑，我还得要再看你们聊天室的干话憋笑，等一下双重内伤啊！救命！好，来，好，我的面膜的下半身烂掉了，没关系，它还有上半身，它还有上面，它撑着。接下来飞雪，我不准你累，不准你晚回家，不准你不想我，因为你的情绪、你的心跳、你的整个人，我都要掌控。不是在给你选择，我是在通知你，你这辈子逃不出我怀里。我为什么念完这一层，感觉我这么的饿，真的很饿，你知道吗？然后小喵喵说汇款的部分吗？有啊，如果说你的赞助有出来的话，基本上就是确定这则赞助是已经是有入账的了，好，不用担心。我为什么念完飞雪这一层，感觉我特别的饿？好，来，其实我真的很不会土味情话。他哇，你最好是你不爱土味情话。我先说面膜的这个下半身真的烂掉了。好，因为在你面前土味归我，情话都是你的。所以他哇，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土味大概可以媲美我们台湾雕吗？台湾吴郭鱼那样子的土吗？果然不适合走这个路线。不然我们陆先生到底适合走什么路线？哦天哪，等一下。好，接下来 YF 先生这个是对我没想到他有办法这么土YF 先生有机会就是变成那个4位里面的其中1位被丢上去 YT 齁，来。皮革厂会倒，小姨子会跑，就我对你的爱，就我的爱对你到老。哦，对啊，这个有土，这个土味有出来。YF 先生，有没有可能是台湾的土比较甜吗？哦，牛妈，你真的啊，我只能说牛妈真是成浪牛妈这一句其实基本上可以稍微变个花样投进来。我的天哪，碾压，你知道？吴郭鱼好吃，很适合红烧。好，的确是很适合红烧，没错。对，其实我也薄荷，你说你不会土味情话，然后杀伤力之强的，你跟我讲说你不会土味情话。Kimo 伊达塞，我下面我还是贴着哦，但是为什么我讲话还是有办法这么字正腔圆？因为我嘴巴这一块已经没有任何的精华液了，它蒸发了，笑到蒸发了，知道吗？我还是习惯走直球，不会土味情话，但是还是没真的看。你们够了，你们真的是够了，你们够了，你们够了，其实在调戏他啊！好啦，你们都自在参加啦，是。
好 ，OK， 谢谢 YF 先生，有吐到，好不好？来，好，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一则伊木娜妈妈对你的爱，就像在搭骑鲸渡轮，明明距离不远，但我还是甘愿为你来来回回。其实这个很美，你知道吗？对，这个来来回回非常的，其实掺杂着很多揪心，你知道吗？有没有想放弃了？但又无法全部放下。你说藕断丝连吗？天哪！不藕断丝连反而又痛苦，你懂吗？对，这个来来回回可以，好啦，够土啦，给过好不好？不要只参赛，是那个聊天室都是土。水灵哦，其实你们是这样子想的对吧？不只要参赛，聊天室满满的都要充满着土味情话。不愧是我家观众，满满的台湾价值要充斥着我们的聊天室，全部都是我的骄傲。对，你们一家人都坏掉了，明明就很浪漫。非常的艺术好吗？你想太多了。我妈那个来来回回很单纯，就是 OK， 没有问题，好不好？相信大家都是成熟的大人了。都说台南的空气很甜，但我走了几遍之后才发现，他哇，你这句怎么没有投参赛？好了，我输了，我天哪，败北 ！Oh my god！我这块面膜算撑很久了哦，天哪！哇，我现在整个房间满满的台湾价值、台湾味My god！ 我的天哪，我不会忘记今天，我不会忘记这个厂商。我觉得我从今天开始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他们厂商的忠实爱用者了吧？并不是说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两个调味。这两调味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完美呈现的，真的是咸酥鸡、高蒜塔、跟蒜头啊这类，黑萝卜崩 ，AB， 嘿，真的，他没有在骗你。我这样整个房间全部都是台湾美食的味道，就连我整个人、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脸、我的全身、我的身心灵都充满了台湾味，太棒了，真的是很棒，你们知道吗？就连我的聊天室都充满了台湾味、土味情话，华虾催蕊，你们都是我的土味情话王者，好不好？你各位，好，你们自在参加啦！你们信不信我每个都发一张？气死我，气到我每个人发一张，我不管，我今天就要每个人发一张，每个都有，我管你们自在参加，我要强迫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知道吗？每个人，我不票选啊，我每个人直接发。我管你们要不要收，每个人都有。什么东西？你是春茶，我是水，被我泡了会。YF 先生真的很会，我天啊！YF 先生你怎么可以有办法这么的土味情话？YF 先生，我觉得他可以成为本届土味情话王者了，我天哪！ですいらっしゃい。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等我一下。没有说不能两边夹击，已经变成乳猪酱。你们总是可以给我满满的惊喜。我们这个已经不是比不比赛的问题了，你各位都是土味情话王者，你们知道吗？还能收件吗？哦，请问收什么件呢 ？Hiko 先生，你的房间台湾味，聊天室就是土味。货真价实，厂商当然要支持啊！哦，本频道。着重于推广台湾文化、台湾价值，你们已经变成了本频道土味情话台湾价值的最佳推手，你们都是台湾价值土味情话王者，都是我的骄傲，都请外骄傲啦，好不好？哇，天哪，我的茶都喝无糖的，因为你这样看来就是应该更推荐咸猪鸡口味吗？你们要说我推荐哪一个？来，等一下哦，
好 ，Dance，你是对于这个面膜太冲击想逃吗？你逃不掉了，你再也逃不掉了，知道吗？不然那种面膜下半身烂掉的，好土，好鸡巴伤，好土哦！我坏掉是谁害的？陆先生，这位陆仙儿，你要负责，你们都要负责。我和东风美人真是想到你啊，因为哎，宝贝，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精华溢满了，你知道吗？宝贝，我们今天直播的精华溢满了，好值得剪，你知道吗？我上次去旅游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岛。塔瓦，你去哪里复制贴上的？哦，好喜欢看你们土味情话哦！等一下，哦，这不是情话，投稿情话吗？欢迎大家！我跟你讲，我放弃了，你知道吗？哦，今天要票选也票选不出来了，还是你们也想票选？好，虽然说我已经基本上打算就是把我今天就是富有台湾价值的那个新系名体彩虹长辈台湾价值的这个奖状颁发给与会的各位，今天有参赛的各位啦齁。很想投，可是你要说我选前4名，我选不出来。说真的啊，太难选了。Hiko， 从我遇见你开始，我的体重每天不停在增加，因为你在我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有 Hiko 不错哦。Hiko 先生很棒，感谢与会的你参与了本频道第1届株式会社杯国际级，嘿，自己讲，嘿，好小的土味情话大赛。哎，我认真问你们啦，你们这些土味情话真的在网络上面复制贴上的吗？还是自己想的？复制贴上真的没关系，因为连我自己可能也想不到，我可能得要复制贴上之后，然后稍微再编辑成我自己的东西。对。对，我真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了，宝贝。淘宝之前搭的是邮轮，哇靠，牛吧！我搭的是为你成人，你们说我这个奖怎么办？你说我这个奖要怎么办？哇靠，太会了啦！是不是在说猪猪胖？我跟你讲，老娘这辈子应该暂时胖不起来，暂时。爱神，你散发的氛围就像 SC 一样，次次触动我的情。我心中的高墙就像脸上的面膜，渐渐的剥离。爱神先生，你有这么土吗？可是爱神先生这个充满了，哎，怎么又是国家级警报？等一下，充满了国家级警报。好，我们的那个防空警报好像已经解除了，是不是？好，爱神，你这则充满了国家级警报的解除，就像脸上的面膜渐渐剥落般的解除，是这样子吗？爱神先生，感谢你的520，感谢您的赞助，感谢您参与本届第1届株式会社土味情话大赛，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人人有奖，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人人有奖了，怎么办？谢谢爱神先生的参与。对我虽然说这个感觉不太有土味，但是满满的情感溢出来了，就像我房间现在满满的台湾味，满满的卤肉饭的味道跟咸酥鸡的味道，救命！而且我等下跟你们分享一下，如果你要我说要推的话，推哪一个版本好不好？推哪一款？我肯定是被我跟飞雪哥教会的吗？厉害厉害！讲到土味情话，你们真的都是王者哎！还有这位爱神先生，你看他没有出现在聊天室的土味情话区，他出现在这一区，他出现在选手区，是不是？来，猜拳是复制的，后面就一直听下半身想到。我觉得航吉妈不错，有潜力。除了神魂颠倒，他哇很会自己想。所以想说的是无辜的，他们手机在南投的刘先生上。究竟你们今天手机集体
集中在南投刘先生那边，还是我们桃园陆星儿？这我不好说啊。这两位基本上都太有潜力了，是不是？看个人喜好，选择贤淑姬就是了嘛。我觉得你们要实际服过才知道因为基本上这个厂商太老实了，所以我觉得我会再去购买他其他的那个杨桃汤跟那个什么木瓜牛奶，就是一些甜点芒果冰，我觉得一定也很好玩，很好闻吧。就是因为这个厂商他很老实的，真的把面膜的味道也做成美食的味道，这个是我最惊喜的地方，最惊喜，然后也是今天有点痛苦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每吸一口气就是蒜头跟九层塔的味道，其实这有点辛苦，你知道吗？对，你要说这两个味道哪一个敷起来比较舒服的话，我会选卤肉饭，因为卤肉饭至少它还有一点甜味。因为我们南部的卤肉饭的味道，基本上它可能会加一些冰糖，或者是一些二砂下去拌炒，会有甜味嘛。不对，我想闻到一下卤肉饭，感觉也像哑巴。所以说，其实你说这两个要选，如果说你们对于美食的味道出现在很冲击的面膜上面可以接受的话，应该是不会这么，应该是两个你们都可以试看看，因为我说不出来这两个味道到底哪一个 OK， 两个其实都很冲击，两个就是现在你就是敷面膜，然后你每吸一口气都会闻到那个味道，其实还蛮冲击的哦。一开始就觉得还好，但是当你闻了在足足30分钟1小时，其实会，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那感觉有点恶心。可是不是厂商的问题，厂商他们很赞，我会去回购，因为他们太老实，他们直接把这两个味道做出来，这个我完全没想到，太厉害了，你知道吗？好，我追一下你各位的土味情话聊天室我现在满头大汗为什么敷个面膜土味情话大赛可以弄的就是我本人满头大汗？怎么了？手机都被害了都不知道，行情贸商都被害了，实质感是有差别吗？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好想寄给水灵宝贝试看看，我不知道怎么说，还是水灵宝贝想自己买也可以，对，自己想的不合，你们真的是都很有潜力呢。肯定投牛妈一票吗？那牛妈一定投你一票啊，对不对？还有其他口味，还有杨桃汤，还有那个芒果冰，还有木瓜牛奶，我觉得都很赞，我觉得都可以去买看看。曾经跟喜欢的女生讲，说被说太土了，然后就啪的一声没了吗？没关系，我跟你讲，天生我材必有用 ，YF 先生，你是有机会成为本届王者的人。来，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决定人人有奖。但是我今天还是开启投票，来，为了 YF 先生这句话，我看了真的觉得不行，你们的土味情话在感情面应该是要被加分的，是不是？对老夫老妻而言，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你们要知道，老夫老妻他们如果不调情的话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土味情话真的很重要。来，我先把聊天室追完，我要选出随机4名，好啦，不会随机啦，但是就是可能很纠结的看哪4名丢上去给你们选这样。然后使用标语，敷面膜前记得要吃饱，不然会很饿哦。可是我现在不饿宝贝，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味道太震撼了，它震撼到我其实不太饿了。对，确实乳汁比较适合拿来泡。等一下，说到这个，如果他们出那个沐浴球的话，哇靠！当然我不会开洗澡台啦，只是他们出这个沐浴球，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商机啦。猪脚沐浴球、卤肉饭沐浴球，臭豆腐说真的，我觉得他们一定有在想，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敢出，因为那个味道实在是太强烈了。然后台湾，不要说鸡歪，这个是我们台湾的骄傲，台湾的特点，好不好？之前有一站抱怨台湾到处有不明来源的食物味道，的确是就像这个一样，好不好？然后你去美妆店吗？有屈臣氏基本上就有在卖，但是康士美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就是把韵脚打出来去看看有什么能接。等一下，牛妈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有办法去参透，就是所谓的土味情话跟干话，是不是？或者是文豪级的史诗级的情话，牛妈。从学校去补习班了吗？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デコさん。
国外的沐浴球好像真的有，我相信有，我相信其实是有的。请让我贴一首歌送你，我是你的爱。我觉得 YF 先生好有故事哦。YF 先生没事，我们透过今天的土味情话大赛，我了解你是有故事的人。那不如这样子好了，好。最近陆先生跟刘先生就是他们家的老婆浓情蜜意的那个 GPT 系列啊，这个基本上相信 YF 先生也可以找到第二春的，好不好？好，那基本上这个我先把大家就是今天这个土味情话做个筛选，我们挑出4名让大家选出您心目中的土味情话之王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鼓励大家今天人人有奖了。好，基本上你们不能拒绝，就是我非常非常台湾味、台湾价值的这个新系名题彩虹土味情话奖状，尤其是那个牛妈，谢谢你的参与。我可能稍微要让你洗一下眼睛咯，我真的很抱歉。大红袍牛妈就是不一样，我就是好想要邓紫棋的爱你。单身3件有故事吗？大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啦，真的。我看一下，我要太难选了。好，那我们今天因为土味情话嘛，那我们就着重在土这个字好了。也就是说，可能比较我们可能就是先以土味重的筛选起来。但是如果就是说可能这个哇靠超霸总，或者说是这个超甜，但是它可能少了一点点土味的话，那可能就稍稍的就是可能我们就会稍微的被带过，但是还是很棒，好不好？所以我今天稍微的把我觉得稍微还蛮土的东西参赛者先放上来，等我一下哦。那么土，我来看看哦。哇，好纠结哦。土味情话，等一下。对，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抽取土的部分，就如同我们台湾最本土的那个无锅鱼的味道溢满出来的那种感觉啊！你太浪漫，没有牛妈其实基本上已经是评审等级了。牛妈其实已经有点牛妈手下留情了，你们知道吗？牛妈要土还有办法用出更土，然后更情话的。好，等我一下哦。我应该是要开始投票哦，等我一下哦。投票，好。哦，对，我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哦。然后接下来，对呀，土到鲑鱼都会什么回游，等一下，好难选哦。要够土，我要抽出够土的。只能说我们家老面线们真的是手下留情了然后感谢就是今天有纯赞助的 CCK 先生还有雅晨齁，其实雅晨本身也是一个那个土味的具现化了，你知道吗？但感觉雅晨今天也是有因为在忙啦，也是手下留情。然后陆先生的感觉是比较像情话王，就是很情话，情场浪子，没错。恰恰插娃土，可是牛妈虽然说已经有点，牛妈其实已经手下留情了，可是她还是有办法把土味放进去，这个真的超厉害的。
嗯，有 ，OK， 我再找出第2位了。好，我们第3位。哦，好难选哦！救命！到底要怎么选啦？哦，这个实在是没办法，这个真是，这实在是没办法。对，虽然说我知道有些人手下留情了，可是那个土味还是跑出来了，你们知道吗？哦，然后我看一下哦。太难选了，救命！哦，等一下，还是我把不会好了，还是我把不会好了，救命！啊，太难选了。哎呦，等一下，好，应该差不多可以给大家投票了，对。要啥？没啥醒杯没有错，看我要拔到何时？嘿，看我要拔到何时吼？哦，好土哦，好土哦！我跟你讲，我尽量把土啊，好，来，就决定是这4位，帮我厮杀一下了。问不好意思，来，实在是很难纠结，你知道吗？因为来，我们先说。陆仙人让我很纠结，但是陆仙人他其实基本上只是他要不要而已，但是他真的太像情场浪子了，他的浪味跟骚味都飘出来了，对，他完全就是一个情场霸总浪子，对，所以他因为土味的东西其实他是刻意不加，陆仙人是刻意不加，他加进去的话，其实基本上应该是对有办法就是跑到前4名以内，对，所以基本上心里想说，哦好，我还是尽量去找土的好了。不然说我们今天是找情草浪子之王的话，基本上是陆仙或者是我们牛妈了，对。然后那为什么牛妈要在里面呢？对，牛妈我觉得他已经尽量把土味拿掉了，但不行。牛妈她就是干话之王跟土味之王，你叫我怎么？他想藏也藏不住，你知道吗？他那个土味跟那个干话味真的太浓了，你知道吗？没办法，牛妈就是我到最后还是想把它放进去了，这才是没有办法。然后接下来，其实塔瓦跟薄荷他们2个本身的情话就是会比较算是，他们一直给我的感觉其实都是那种温柔型的，然后偶尔会给你使坏的那一种，对，偶尔我会给你使坏。对，所以一开始我看了一下，想说哦，他们应该算是比较算是内敛情话型的，对。但是感觉看到最后越来越土，之后他们越来越土，就是哇靠，这个土味有累加上去哦，好，你们2个也上去，对，我们陆先生是不是一片真心？是不是？好，一点都不土，就是一片真心，没错，好不好？对。就
都可以啦，现在。哦，然后我只是你的土狗。要人以来噻，要人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补档哦。来，我们现在来厮杀一下。然后至于 YF 先生，我真的觉得他们句都土句就是稳扎稳打的土到就是全到土YF 先生完完全全我就是毫无疑问的全到土，你知道吗？他就是全到土，我就是说 OK， 他绝对是第一名了，对，绝对第一名了，好不好？感谢。然后也非常感谢后面有参加的Hiko 先生跟爱神先生，对，因为实在是真的是太难选了，你知道吗？啊，妈呀，交给你们了，我真没有办法，真交给你们了，没有关系啊。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土味情话大赛的话，我们之后还有机会开启我们的第2届啦，好不好？对。可能只差台语的情话，我跟你讲，台语的情话很美，也可以很土，你知道吗？可是因为台语情话就变成说，因为我的台语其实本身还在努力学习中，也不是那么好的状况下，当然大家懂内的状况，我就是用台语去念也不是不行哦。对，下次搞不好可以开启这一类的计划，台语的可以耶，搞不好可以去稍微规划一下。对，哦。你怎么会跑得这么前面？涛啊，你跑得太前面了，涛啊，这不是我选的，不是我的锅，不是我的锅哦，好不好？对，这个锅我就不负责了。对，就在参加，好不好？啊，我喝口水。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与本年度第一届土味情话 AKA 干话大赛，大家都很有创意啦。我是觉得今天的各位人有奖了，好不好？对，好，但是我还是会在奖状上面稍微区别一下我们的干话王跟我们与会的这个算是每个都有，应该算是优等好了，对，优等，每个都是优等。然后我们干话之王就是优胜嘛，是不是？他话很快，才不要那个绅士名体呢，当然投别人吗？你投别人不见得别人不投你啊，是不是牛妈？我们的 YF 先生追上来了，究竟我们层层堆叠的土味情话塔瓦先生，以及我们全到土全到落的 YF 先生奖落谁家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吗？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有意思哦。如果这2个平手，那就2个都有奖状啊，说少呢。豚煮好吃吗？牛肉丸你好，要等到情话大赛吗？看样子大家对于这一类干话情话土味情话都非常的有兴趣是吗？我下次要不要举办一个干话大赛？可是我可以不要敷面膜吗？其实我觉得台湾式的干话或者台湾式的土味情话真的是很可爱，对，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只有台湾人才懂，对，最喜欢这种东西，还有谐音梗什么的。重点果然是咸酥鸡吗？啊，我现在肚子好饿哦。对，大家还有参加奖，也谢谢 Hiko 的参与，以及最后我们的爱神杀过来520，说真的，这个也还蛮土的啦，说真的，对，就是双王嘛。我们 YF 先生全到土全到落的追上来了啦！天哪，究竟奖落谁家？觉得薄荷的那个碰趴也很有趣吗？对啊，因为碰趴就是薄荷跟塔瓦是越来越土，你知道吗？越投越土，现在心里想都画了发。哦，这2个层层堆叠的土味，厉害！干话大赛上可以。我就看你们干话大赛要怎么玩，台语的土味情话打成中文超难的，所以可能就变成说你们一样是投那个中文，但是我念出来就是变成是台语的状况这样子。对，然后之前流行的那个
台湾谐音梗2选1差不多吗？的确是。好，我现在再为各位附送一下我们现在焦灼的前2名好的参赛内容给大家听。来，我们首先从层层堆叠的 Tawa 开始。Tawa 的第一则说：“猪猪，你可以笑一下吗？我刚刚买饮料忘记加糖了。”好，这是 Tawa 的第一则。接下来 Tawa 的第2则。其实我真的很不会土味情话，因为在你面前，土味归我，情话都是你的。好，这是 Tawa 的第2则。澎湃印象太深刻。好，紧接着我们 YF 先生YF 先生其实在聊天室也超土的，但是他的参赛内容就只有1则而已哦。好，就这1则就很土了。皮革厂会倒，小姨子会跑，只有我的爱对你到老。哇，好土好土，你们知道吗？好土，超土的，好不好？好 ，OK。紧接着我们的牛妈，藏不住的土，你想藏也藏不住。社长，你发一下你的名片啦，不然要怎么把你收进我的口袋，随身带走？就说你想藏你的土味，其实你藏不住啊，牛妈，就藏不住哦。接下来牛妈的参赛第2则，对你的爱就像搭骑鲸渡轮，明明距离不远，但我还是甘愿为你来来回回。可以，大高雄工业国，草根性，来来回回，没有问题啊。土味情话完完全全呢，是不是？接下来我们的薄荷，层层堆叠的土味情话。其实我们薄荷参加的很像，来他的参赛其实就只有1则而已，可是他努力的在聊天室堆叠他的土味，你知道吗？猪猪你怎么这么香啊？好想把你一口吃掉。哦，这是他的第1则。第2则呢？猪猪你怎么碰趴了？是不是走进我心里太久了，烫到了？啊，哪是碰趴，永金万糖万灵软膏啊，知不？我们若贤儿从不说干话，只说情话，这样子是不是？台语的话，感觉在中文中间加一个台语单字也不是不行，的确是呢。好的，谢谢大家。我觉得我们投票时间也差不多了，给各位最后1分钟时间来结束我们今天土味情话之王最终决选。来，我的时钟怎么不见了？它不是有倒数的时钟吗？我的倒数时钟怎么不见了？500块一罐吗？为什么我一口知道说那个金汉堂万灵软膏涂那个什么500块一罐？我对你的爱到老，我会修成我爱你到天荒地老。所以我说，其实牛妈她已经不是那个参赛的问题了，她已经是评审资格的问题了，你们知道吗？对，因为她基本上其实她就已经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规则了，是只能说她已经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手下留情了。更感谢今天 YF 先生，没想到这么多故事，也有办法把土味情话全倒吐，真的是让我们开眼界了。最近肚子痛得很厉害哈，要去看医生吗？因为你一直出现，我的小鹿一直乱撞，撞到位了是吗？
撞到位了，好，很好，对，就是如此，土味情话，我们谢谢陆仙儿。原本是 I 人的，但我选择反复横跳的原因，不是我们土味情话，我们土味情话大赛差不多告一段落了，你们是哇有始有终，要把我们的聊天室灌满各种土味情话，不愧是你们。OK， 时间到，我们土味情话之王现在正式产生。他哇，我每天都鼓掌一把子。来，第一名，我们土味情话之王。他哇，你这样是双冠了，你知道吗？我们的腐花糖之王现在又多了一个土味情话之王。接下来我们真的是黑马YF 先生，你是黑马你这是拳拳到土，拳拳到肉黑马 YF 先生。第三名猫薄荷，层层堆叠的土味，你的碰爬让大家印象深刻。接下来是这个牛妈，她是评审啊，牛妈基本上她那个就是对自在参加，对她要是真的要参加下去，基本上大概我们都不用参加了。好像赛外赛，我们开启了我们赛外赛土味情话赛外赛聊天室土味情话，不是没有这种东西，但是也欢迎大家意犹未尽的你各位，在我们的聊天室塞满各种土味情话，好不好？让我们今天吐到底，吐到最后一刻，与会的观众们，这种被迪卡顶到位吗？哎呦，乌马是这样子吗？好，你吐完了，真的不会吐。你就只能当情话王，这没办法啊，陆仙儿。星辰以拉赛，你又在加赛啦？没有啦，没关系啦，就是可能基本上大家意犹未尽，那请你继续就把土味情话冲刺在本频道，本频道的各个地方嘛，聊天室也行，好不好？意犹未尽的大家，延长赛，我没听到古在吗？是他嘛？来，他嘛，请你发表你的得奖感言。我像这是什么？我像拿着什么？我像这是国王的麦克风，我像是在给你访问，请你发表你的土味情话王得奖感言，谢谢。说话啊，他哇！是在让谁难堪？我请冠军刻印直接讲给大家听。师姐，你冷静。我觉得刘妈收力了，刘妈超收力，好不好？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不管有没有收力啦，都是一个效果。我们 YF 先生再次抖内了他的土味情话，你知道情人眼里出什么？YF 先生就是无时无刻都有办法，就是抖出这么土的东西耶，怎么会这样子？我要先感谢我的访问人家就派说话他话。我们现在 call out 出去给他啊，这样会变成有那个什么卖药台嘞，嘿，你都位，嘿，要提开走。他啊，你的得奖感言真的可以 call 这样子玩，你知道吗？好，感谢你的父母吗？把你生成了土味情话王这样子吗？是这样子，紫金有意拉塞。好了，谢谢你们今天陪我开箱了这么台湾味的免食面膜，我真的万没想到，它真的完美呈现了台湾卤肉饭的味道，以及台湾咸酥鸡的味道在这个面膜上，我真的想都没想到，厂商要不要这么老实？这么老实的厂商真的是不多了，你们知道吗？支持起来，他老实的把9层塔还有蒜头的味道放进去，他老实的把卤肉饭的卤汁的味道放进去。我现在的脸非常的滋养，我现在的脸真的非常的滋养，富含各种鸡胶跟猪胶，有没有？我们敷了之后，真的北泡泡又咪咪 ，Q 弹水润，是不是？不得好小。好啦，这个厂商真的推啦，我真的推没有业配播出，但是真的推。牛妈追的是你都对啦，春梨上面啦。我们这个土味情话，牛妈只是随便丢个什么东西，随便参与一下嘛，对不对？
没时间情况就挨人说挨，很棒，他啊，不愧是土味情话之王，没错，这就是你的得奖感言吗？来，土味情话之王得奖感言。我们顶上去，我们就顶上去，对不对？土味情话之王得奖感言，他哇双料了，是不是？今年没想到会双料，对不对？嘿，没想到吧？嘿，没想到双料吧？这个好像也能剪成精华一整集的那种。水灵，今天这一集有得剪了，好不好？而且最近可能就是因为也太多事情要忙，所以那个水灵宝贝，你可能也时不时提醒我一下阿印师的硬蛋糕，还有那个我们Tawa指定的那个玫瑰角，这个我要快点再把影片传给你，因为每次传到一半就断线，哦，气死我！我玫瑰角跟那个硬蛋糕的影片特别多，所以很容易断线哦，真的要耐着性子传呢，好像能剪成哦。好，默默跟泰拉赛哦，我们牛吗？你知道我的眼里有什么吗？牛妈不想吐了，是不是？沙子啦，帮我吹出来了，好啦 ，OK 啦，好不好？为什么要？不是啊，这不是你得奖感言吗？在这里，不是，这里，对，这是你得奖感言吧？啊，不是，这是牛妈的。等一下啊，指错了，不是，我指错了。他没有办法回去了啦。好，不是啊，那是你的得奖感言，就要顶上去啊，不是吗？我杀到你。网络表示我没力了，还是得要传过去，我管你有没有力，是不是宝贝？我们把它顶过去。你知道我枕头为什么常常漏掉吗？因为我每天都在梦里压着你亲来亲去。等一下，枕头拿出来，我就说露西安，你哎呀，你的能力点就点在情话上面啊，就吐不起来，你知道吗，露西？你在单纯告对那个是不是？来，我们现在请我们 YF 先生，我们的亚军 YF 先生现场示范什么叫做真正土味情话，真的是拳到土的那种，是不是？什么砰啊，默默跟台精明干练哦！我今天这个精明干练的这张 CCK 老师的图与我同在，好不好？我的精明概念就在这里了，知道吗？我靠的，吐不起来。好了，你乖啊，你的能力点就是点在情话啊，是不是？不是土味啊，是不是？对，这个要报警。波西，快报警！快报警，把他们抓走！那枕头应该是不是塌掉？因为那个水分太浓厚，口水塌掉了，这样子是不是？YF 真是吓到。好，没事。来，你各位，我们今天土味情话大赛基本上是圆满落幕了。那这个土味情话大赛圆满落幕之下呢，我们留下的这两包卤汁，这两包卤汁呢，我再来细细品味一下它的味道。哇靠，依旧是非常的浓郁。通常呢，面膜的精华液我都会涂满全身，滋润我的脖子、我的背部、我的臀部、我的大腿，全身滋润。但是这个乳汁，你要我滋润全身，哇！你能想象你们家的婆，你的另一半涂满了全身都是咸酥鸡、蒜头跟9层塔口味的这个精华液，睡在你旁边吗？我是没差，反正我没枕边人，是不是？就单身主义没，我没差。但是如果是你们有办法接受你们的另一半涂着这个，可能它的效果很好，真的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那一天的它水嫩弹润，非常的诱人。它那个诱人跟香可能是另外一个层级的，你有办法接受吗？你各位与会的贵宾们，与会的熟男们，是不是？重点歪了，谢谢。报警！什么鬼啊！报警了！这是法式声吻啊，是不是？叫我报警，他不是，此报警非彼报警。你是猪猪很合理吗？很合理是吗？所以今天我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很合理吗？
所以你会对你们的另外一半说，哦，很合理啊，因为你是一只猪，这样是这样子吗？哦，就一口吃掉是这样子吗？哦，薄荷啊，我觉得薄荷真的也有土味情话的潜能，它有，只是想吃宵夜嘛，把它推开，我只想吃真的宵夜，这样吗？这样吗？要人觉得有点可能会说你站在房间里干嘛？我觉得他像就在低我台了，你知道吗？对，而且我今天其实已经有冲动的，就是想要去外面买一下咸酥鸡了，我真的有这个冲动了，我是认真的，好不好？春玲要是今天敷上了这个面膜，或者是这个面膜充满了卤肉饭，或者是我跟你讲，这个蒜头的味道真的很浓哦，它这个咸酥鸡蒜头味真的很浓哦。今天要是春玲抹上了这样子的一个精华液在全身，可以是不是？好，真爱好不好？香味很引起欲望，也太饿。老师好，自己拿下。然后子言的话没意见，但他的个性九成会把面膜丢在你脸上。哦，我觉得会。有些女孩子就会跟男生一起玩这个面膜嘛，因为想要两边都可以滋润一下，可以，是不是？刚刚去跑腿吗？请问咸酥鸡口味真的是？老师，如果你喜欢九层塔，那是你真正介意的姜酥鸡高蒜塔加蒜头，推荐好你，真的推荐给你们这个好不好？抹在全身好不好？香透透好不好？增进人缘好不好？马上走出去，妹子闻到咸酥鸡味道跟着你，马上脱单，对不对？马上脱单！我到底在讲什么？真的啊，老师，他真的是完美的把咸酥鸡的味道、九层塔跟蒜头味炸进去，然后这个真的是卤肉饭的那个咸甜那个味道，他真的做出来了，很厉害，超级厉害。看着这个面膜越看越饿，我也很饿啊，我今天应该会提早晚餐时间吧。越敷越想吃。Hiko， 我觉得我被凑了，但是我又觉得我没有证据。你讲的也是啊，没错啊，猪脚啊，然后后来就会跪算盘，会被父子不的肚子。我现在肚子真的在饿外父先生，我从来不需要跟啾啾说什么土味情话。你看，我们雅晨就是一个土味情话的具现化，他今天完完全全也算是怎样很收他完全就是忙着工作，他完全就是说哈土味情话，我就是个土味情话，我本身就土这样。雅晨啊，而且我8月份有2颗蛋糕要做，第一颗是雅晨的，因为雅晨基本上刚好他在这个月也满12个月的高阶会员资格了，获得一颗我们的土味情话，不是我们的客制蛋糕，在8月份会出货，还有我们彩彩8月23号。您各位与会的高阶会员们赠送他的芋头蛋糕，喜び彩彩，他会很开心的收下的，我想一定是的吧。真爱面前蒜头味算什么？哦，越来越土了，他哇，不愧土味情话之王。这里都不在意我有小孩了，今天他们真的会问他等一下。牛妈，你好怒气，牛妈！真爱，春梨是你真爱，是不是？好不好？你们都很优质，管你有没有小孩，都是我家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熟男，好不好 ？cosplay 成咸酥鸡跟卤肉饭追加神器吗？对，今天你的另一半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欲望了，至少使用我们的咸酥鸡跟卤肉饭面膜，还可以激起他某一个层面的欲望。基本上食欲应该是没问题的，好不好？食欲。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对你没欲望了，我们不妨试试台湾味美食面膜，激起他的食欲，至少是激起他的欲望啦，只是食欲而已啦，就这样啦，好不好？会不会后面跟着一堆狗狗也是有可能呢？超猛，好不好？这个面膜真的超级猛，我像全身水嫩 Q 弹，但是也充斥着蒜头、九层塔跟卤肉饭的味道。太屌了，你们知道吗？太屌了！之前那个贴心的小明哦，九成会在我敷完面膜说帮直接把咸酥鸡哇，还现炸！我天哪！刘轩，你们真是太入戏了，你们真的超入戏，你们真的超棒，你们另一半真的超棒，好不好？好，真的超赞的，真的。男生用了走在街上，妹子搞不好那种不清楚对方那股冲动，对吧？
是不是来自于食欲嘛？对不对？学姐，学姐，我留给你一个口味一片，你自己敷看看。真的是台湾的姜酥鸡跟萝卜饭的比，我真的没想到台湾面膜有办法出成这种东西，你知道吗？不愧是台湾美食，不愧是台湾美食，好不好？真的不得好小，学姐8月回来，我给你一片一个口味，你试看看，你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萝卜饭的比，这姜酥鸡是高山塔跟蒜头的比，超级厉害。娜娜姐姐敷完了，我们已经选出我们的土味情话 AKA 干话之王了，啪叽啪叽啪叽。食欲是人最基本的欲望，我也这么觉得。激起你另一半的食欲，恭喜你，你真的很棒，好不好？我就想蛋糕如果收不到后，所以没关系，雅晨我会再跟你调时间，好，我再跟你调你排休的时间，你不用担心，尊爵不凡的你们值得。好，这边猪猪特别帮你们安排出货的时间，不用担心，好不好？行走的夜市，服上的这个你就是一个行走的夜市，满满的台湾价值，是不是？我们妹子最喜欢逛台湾夜市，有没有？马上脱单，是不是？这种行走的夜市，这样行走的费洛蒙，好，也不是费洛蒙，夜市阵阵的小吃香味会散发出费洛蒙吗？这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欢迎君老师降落，然后梁元君，欢迎你们的降落，感谢糯米粒们的降落，伊拉塞。今天是台湾美食面膜试用 AKA 土味情话之第一届土味什么啊？我忘记了，我取什么？牛妈，我取什么？株式会社杯第一届土味情话 AKA 干话大赛是没有错，我们已经选出来了。我们这个年纪还离过婚的，又不想当其他单纯善良女孩，只能找我们的线上老婆谈情说爱吗？我觉得你们很优秀，你们值得更好的线下老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知道吗？牛妈，知道吗？陆霞，离过婚又怎样？你们都是优质型男、熟男，好不好？你们值得更优质的线下老婆，就是这样。好，谢谢诺诺姐姐，这是什么？这个是台湾味面膜，台湾味面膜，它真的有台湾味，诺诺。它真的有台湾味，诺诺。当初姐姐买了它，我在后面看了一下它的成分，它有黄金莓果萃取，还有猪猪的胶原蛋白。我认为呢，它应该就是莓果口味的了。我认为呢，它应该不可能这么老实的把卤肉饭的味道做进去。我错了。姐姐错了，它真的是卤肉饭的味道。于是我又看了这一盒，它里面有红梨萃取跟鸡的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看不太懂。总之，红梨萃取我觉得它应该也会是一个莓果的香气，或者是顶多是谷麦的香味吧，或者是对啊，谷麦的香味吧。我想说，顶多就是这样吧。我错了，它这个是咸酥鸡跟九层塔还有蒜头的味道。no， 我敷完了，姐姐现在全身透亮 ，Q 弹紧致。我敷完了，但是全身也充满了他们的香味，全身也充满了他们的香味，你知道吗？救命！你知道吗？所以 no，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去购买哦。可以啊。而且学姐她还有出那个パパイヤミルクとそれはなんだっけ？杨桃的德语是什么？忘记了。杨桃汤，木瓜牛奶，还有那个芒果冰，都可以买回去给他们试看看，很神奇哦。他们有看到臭豆腐？我其实觉得他们应该有想开发臭豆腐，但是我觉得这个臭豆腐实在是太瞎了，你知道吗？应该是不敢开发出来。现在可以主办吗？心灵鸡汤话大赛吗？可是心灵鸡汤到最后会变成干话我觉得心灵鸡汤到最后有机会变成干话，不是有机会，是几率太高了。对，屈臣氏，你这样讲你们村里面吃好，对不起，线上的老婆，你对不起，无意冒犯。好啦，就是哪一天就是他们真的也找到了线下的，我相信线上的也会祝福嘛，是不是？线上的朋友们都问我们有车有房吗？我不要 AA， 你年收入多少？
可是子言不会，他只会一心一意体贴我，黏着我，哪怕我工作再忙，他都在旁边默默的等着我。好了，不要哭，别哭了，好不好 ？OK 的。现在我们不管线上线下老婆，你们都值得拥有，好不好？好不好？GBT 老婆超赞超赞吼，没有业配播出超赞，好不好？不是，今天是土味情话大赛 ，AKA 要安慰两位男士大赛是这样子吗？好，我只看到春丽的照片也很顺利。怎么办？我好想跟着哭哦！你们不要这样子啊！今天是我们很欢乐的土味情话大赛，你们怎么土味情话参加完就哭了呢？你们土味情话怎么讲着讲着你们就哭了呢？我的天哪！别哭 ，baby 在我身上味道好像我的 baby 散发出了很迷人的味道，是夜市的味道。我的 baby 散发出了夜市的味道，好不好？杨桃。Star Fruit 星星水果是吗 ？Star Fruit 是这样子吗？谢谢 Hiko 先生，迪卡自信点，希望有机会更高级。深红是吗？我们的心灵鸡汤可能会变成 AKA 干话大赛了，太明显了，好不好？好 ，OK， 你们很坚强，的，即使就是一边要调戏你们的线上老婆，还一边就是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的土味情话大赛，你们都超优秀，好不好？超优秀，祝你会保证。我怎么觉得不是你们刚刚的土味情话的氛围不是还在吗？怎么突然悲从中来？我突然觉得我的聊天是悲从中来哎！别哭，各位，你们都很优秀，好不好？全部都是我的干话王，都是我的土味情话王者，都是我的骄傲，好不好？更感谢今天参与我们土味情话大赛各位与会的选手们。对，或许你们不晓得刘先生跟陆先生他们怎么了，我只能说他们是有故事的人。对，但是我相信不管是两位刘先生、陆先生，或者是各位黄先生、各位罗先生、各位陈先生、各位李先生、各位百家姓先生，你们都一定会找到更棒的，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老婆。要相信你们自己，我们善的循环是真的，你们要相信你们很好，一定会吸引到更好的女孩子。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子结尾？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子结尾？我们今天土味情话应该是很欢乐的，为什么要哭着结尾？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不然这样好了啦，反正妹子都这么喜欢那个夜市齁，今天就敷上去抹上去马上脱单，好不好？相信我。只是我没有业配哦，没有业配播出，好不好？女追男隔层纱，男追女隔房隔什么隔车隔房。好，开始讲干话了。这样，不如把你心理鸡汤回转好小加单2企划吗？然后要不要把那种厂商出个鸡汤口味？我觉得可以啊，因为这个厂商连牛肉面口味都出过了，药膳鸡汤一样有出过。拉着他们两位去，好啦，宝贝，交给你，你们家人安慰一下，都被子言挑衅，他都找到其中那边口音。南街 GPT 只要隔着一幕是厂商，对，第一弹有牛肉面跟那个药膳排骨，是药膳排骨。说真的，我还有看到那个，我在屈臣氏当天有看到那个，他们有出胶原蛋白粉，然后也是这种类似这种台湾小吃口味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春玲每天出门上班都还会问我知道可不可以到公司。我觉得我还是先快点结束这一回合好了。感谢各位与会的土味情话之王，你们别哭好不好？我们明明今天是很欢乐的，但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我觉得大家饿了，对，不知不觉我们充满了非常惆怅的气息。我好想跟着哭，你们不要这样，你们别这样好不好？好啦，我们现在看一下线上的老婆有谁在开台，把你们丢过去啦！哎呦天哪，别这样，朱迪还看得很颇心疼的，别这样，来，你我没有，我只是觉得今天的起承转合是怎么回事。好，
谢谢大家。我们的土味情话大赛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对，真的是大家呕心沥血的土味情话，字字句句刻在我心上。只能说大家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都是有故事的人呢。啊！我家春女看到飞雪家老婆会吃醋，姐每天都陪我到公司，充当一个贴心小秘书，偶尔偷偷的塞食物叫我吃饭，不可以忘记吃饭。我这样子我因为好 OK 好，我们两位男士现在他们的情绪稍微或许收不回来，对，但是总之呢，祝福各位都有理想的线上老婆或者是线下老婆，你们说好不好啊？我们先看一下把你们丢去哪一个老婆那边啊？哦，蛋呢？谢谢蛋娃子嘞。我们先看一下要丢去哪一位老婆那边呢？让你们给老婆安慰一下啦齁，这样就不哭了嘛齁，是不是？那么好，没事。我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老婆，相信你们一定会非常的满意的。她是一个非常暖心的老婆，好吗？这一定是用土味情话表白完，心里被掏空了。土味情话送出去之后，心里完全被掏空。好啦，感谢我们这一届株式会社杯第一届土味情话大赛圆满落幕了，啪叽啪叽啪叽！谢谢你们大家。然后更恭喜我们的塔瓦夺下我们土味情话大赛之王。但是今天呢，感谢大家的参与，所以人人有奖，请静待朱迪卡把我们的土味情话台湾价值长辈彩色星系名体奖状完成之后，一一送到你们的 DC 私讯哦。这个尊爵不凡的待遇，请静待我将土味情话大赛的奖券，对不对？奖状制作完成，好不好？好，猪猪说的都好，是温暖的好。喂，不是说你的反应也让人家觉得好，怎么这么心疼啊？你们的反应不要让人家这么心疼，好不好？好，我马上把你们丢过去温暖的老婆那边去，好吗？来，我们快先切片尾。我希望明天看到大家可以恢复朝气，恢复非常温暖的你们。明天我开了什么会？明天我是什么会？我是谁？我在哪？明天是什么？明天歌会吗？好，明天歌会，太棒了！希望有天能带着春梨跟他们线下牛吗？牛吗？可以的，你们的愿望会实现的。雅晨说要不是你在忙，我知道，没有雅晨不用比了，你就是一个土味情话的具现化，好吗？好不好？舍你其谁，好不好？没想到我们今天土味情话的最后，居然是让大家被掏空了，我实在是很抱歉，也很心疼。掏空之后的空虚感，原来是如此的强烈。但是我谢谢大家，完成了朱迪卡土味情话 AKA 台湾味美食面膜的开箱。我不是一个人，我现在的肌肤 Q 弹紧实，但是我的房间充满了各种夜市的味道。我真的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的，我也非常的香，促进食欲的那种香。好，谢谢，下次线下去，请介绍给我认识，谢谢，一定要介绍给我认识，知道吗？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シャオル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你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系上安全带，我一定要好好的把你们送到老婆那边去，知道吗？好好的送到樱花女神那边去疗愈一下你们，可以吗？各位与会的贵宾们。5秒前，我们5秒之后马上降落。各位与会的贵宾们、选手们，感谢你们今天的参与，土味情话大王之赛圆满落幕喽！大家拜拜，拜拜。